当时的话，咁可以当家也是的，叫做国语文化史千里大地，即咱我原本就开始是讲开始家己影个念台语诗，迄个平常时迄个接触国语的人，伊听着就是感觉，伊即摆林家边，咱也是要互伊接好处，就是讲你若来林家边，阮请你，咱即个是收交钱来，咱时间也袂耽误咱是不是一个事业民族咱个语言太容易所以我出来就是我现在是比如讲这个澳洲、东欧、捷克、芬兰，还是苏俄这个俄国、俄罗斯，你讲你若去那startup，林家边，有人会大概讲，我来业一首，我今仔写4个字听，因为平常是就安尼。你像罗西亚迄个俄国，罗西亚伊迄个早时啊，迄销路咧卖花卖咧5年，卖花的花若个伊就可以打出版的时阵，就是讲伊平常时就是用国语，去写诗来写，即嘛咱个甲这个配合，讲台语、国语，国语文化史，加咧明白。这个是拍一个建议中华人国建议之下，咱个上面意思，也是不是很多。这项也实在是认真歌。咱当然也搁我都讲，介个全国所有建议拢爱做，迄个嘛爱需要政府来做咱民间的团体就讲先一个启蒙性的做法，启蒙式的咱安尼做，互民间意愿意配。他需要一当政府，伊要把这个叫做伊专利去宣传，伊有可能叫起来做，比如讲有歌也好，还是讲来进歌也好，伊若提起来讲，咱即摆迄个做做专利的讲无去，伊有可能有咱专门是拍做全市政府去介绍，这就变伊头讲出档的物件，甲当初的物件，咱配合，两个人上下交流，以后各有动作，有可能改变。咱做专业应该是一种生活的需要。咱来专业去上个比赛，大家若爱去洗面去做家己物件你这物件，你是讲差不多是，以前人讲即咱若以前国家你知迄国家迄个清气到时阵就会做。即摆咱若看到国家，国家的语言，你讲国语，你去说你就会应该对物件是讲差不多就讲差不多。咱就是咱的这个所在，咱的语言生态、语言生态都是过来无这个环境。咱即摆做工作就是保育、富裕然后进入这个环境、这个生态，让这个生存慢慢的生存，这需要时间，需要创意创意，需要创意，所以呢，当这它是创意人的影响，人会去做，用传统性的方法，像咱讲做鸡蛋像过麻料是做法，大家都买所以咱就开始来想我较新鲜，较创意来试，一项来试看。所以这若讲做公司，一个做起来，咱即摆好食我炒起来，用炒起来。看到讲做下不了，看到讲本来还低，本来用台湾店，以这个100%
了咱媒体咱报道，媒体报道嘛是一种宣传，伊会知影有即种诶投资，我明年可能会来参加。就是其实起码很多利益东西要口耳相传那种。对，口耳相传。它比较用文字的话，就比较还没有那么普遍这样。文字要个普遍对。像走在上面跟大家吐出台湾，对。它这样会成标准字里面，在正确用法大家错全台湾，比较正确应该是错嘛，对不对？它其实吐出台湾。但这很容易了解。咱拢讲了呀。错全台湾，大家就会想说，英语差异变成不是这种文字，所以这文字化，当然你的活动到某个程度你需要文字化啊，因为迄个文字的标准化，你才有法度，你的语文有法度来写语啊，安尼甲个你的语言讲话啊，你的状态，比如我可能甲你讲话，我的迄个文学。需要文字啊，一个国家伊的国语文化需要去发展，它就需要文字化。虽然文字化即嘛开始咧比较多，跟开始去，你已经罗马兵已经拢认可啦，即嘛嘛认可啦，就是在兵役咱即嘛文字嘛已经超过700字嘛，700字是标准化，咱个咱的迄个。台湾闽南语迄个小老鼠书片，也有咱讨论所以比较常做。不过文字的标准化需要真长时间，需要讨论。虽然即摆国小还可以课本的问题咱弄好，当开始自然就关系。伊若关系了后，伊看文字就看有，咱这问题是咱标准化还袂够，咱文字够还袂做。所以咱即马会晓即个语言的人有声音，有口语，所以伊讲，互伊看文字，伊就来看。你若有时啊伤过急，去来追杀文字，有时阵煞会惊着。伊当讲我台语教我怎样看所以两个问题我要做，一个讲口语为赞助的人，伊就尽量甲伊讲，无靠。关系好，但是文学这个赞助，它也开始开始那个官方的教育，如比较开始，文字咱即马就是汉字甲文言字，咱就是做咱代替的。咱的文字到以后一代开始惯习了后，就袂像咱这代有语言惯习啊。你字你安怎写，你只是安怎写，伊若要怎样写汉字，伊若晓得罗马字，伊若看有，伊就不行。所以这就是罗马字嘛，这就是这个汉字两种表达。这样拢互标准化，安尼咱就以后要用，就当如果罗马字去用汉字。你更加讲那标准化的文字叫700规里面。咱有700字汉字是标准化，罗马字是100字